根據人口普查顯示，香港大約有145萬名65歲或以上嘅長者，佔整體人口近20%。而有調查指出，當中大約70%嘅長者受聽力問題困擾。由於大多數人對聽障嘅認識不足，從而對待弱聽人士缺乏耐性，甚至冷漠對待，令佢哋感到被忽略同埋孤立。為咗幫助呢班弱聽嘅人士，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喺2005年成立。我哋本住以人為先嘅宗旨，希望服務全港嘅市民，尤其是係弱聽嘅人士啦，希望減輕聽障對佢哋嘅影響啦，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，令佢哋重拾自信咁樣嘅。經過20多年嘅努力，我哋已經服務咗超過數以十萬計嘅人士㗎啦。我哋而家有8間嘅聽力中心，分佈全港9新界。我哋嘅專業團隊啦，富有經驗，包括聽力學家、聽力技師、維修技術員、耳帽技術員等。我哋憑住我哋嘅專業知識同埋經驗，服務弱聽嘅人士嘅。最先我發現我隻耳仔聽覺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係有一次我同成班朋友喺度食早餐嗰陣時，有一個朋友話：喂，點解我講極嘢你都唔答我嘅？咁嗰陣時咧，我就開始發覺可能我隻耳仔係有啲問題啦。我就朋友介紹之後咧，我就用咗一啲耳機，奧迪嘅耳機咧，我發覺到咧溝通方面開始我可以同個朋友，佢問我，我答冇問題啦。更加上咧，原來我喺樂團裏邊咧，我以前一路都跟唔上咧，今次戴咗個耳機咧，係幫到我聽到好清楚。個耳機我有幾個模式可以揀擇嘅，咁可以揀一個係以音樂嘅形式，佢可以有一啲 filter，可以將一啲高音啊、高頻嘅嘢咧係可以隔絕咗，咁變咗我喺樂團嗰陣時咧，我係可以好清晰咁聽到我隔離嗰啲朋友佢究竟玩緊嘅咩音樂，我可以跟得上佢哋啦。關於奧迪嘅服務咧，我都俾個讚佢嘅。我而家每半年咧，我都會嚟奧迪嗰度咧 check 我耳機。咁佢哋話俾我哋知係一個終身服務。奧迪聽力中心嘅成功離唔開專業團隊嘅努力，運用專業嘅知識同埋技術，確保能夠為客戶提供最佳嘅解決方案。聽力學家主要嘅工作咧，就係運用各種先進嘅儀器啦，為客人進行唔同嘅聽力測試，評估佢哋嘅聽力情況，同埋撰寫報告咁嘅。當發現佢哋有嚴重嘅弱聽嘅時候咧，我哋會了解佢哋嘅聽力度數啦、生活習慣啦，同埋各種要求，為佢哋驗配合適嘅助聽機，減輕聽障對佢哋嘅影響，從而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咁樣嘅。我哋為每位用家度身訂造耳帽，由專業同埋經驗豐富嘅團隊全程負責製造，透過立體掃描、電腦製帽同埋 3D 打印技術，精準咁呈現耳型嘅細節，確保耳帽同埋耳機都佩戴得穩定舒適。奧迪優質嘅聽力服務，在於我哋對專業嘅嚴格把關。日常生活中，弱聽人士最大嘅挑戰都係溝通嘅障礙，尤其喺嘈雜嘅環境。我哋全力幫佢哋克服呢啲障礙，我哋全心全意幫助客人嘅心，令我哋有別於其他公司。我哋係真真正正從客人嘅生活出發，希望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嘅。